今日竟然唔使排隊入去食。一間銅鑼灣米芝蓮小食店，以前鋪頭就係咁，我哋喺後面坐凳仔食。呢度好多小食都好好食，今日只係點咗幾個俾大家睇。食嘅之前食咗個維特健靈去濕輕先。最近啲天氣又濕又熱，加上又食糯米飯、魚蛋啊，所以穩陣啲。食完之後個人輕啲，因為如果成日拍嘢食咧，太過容易濕熱啊。其實強記美食行兩個街口就有維特健靈專門店，香港老牌子始終有啲信心保證。馬上開動。呢個生炒潤腸臘味飯可以話係銅鑼灣少數出色嘅選擇。呢條潤腸就好鬼香，撈埋少少糯米飯，配上癮。雖然我要咗個潤腸糯米飯，不過佢都會有臘腸、冬菇、蝦米，靈魂就係個醬油。以前係咖喱嘅，而家原味所以未試過，要試下啲。睇個汁水就似滷水汁，再入味會好啲。坐低一陣，門口開始排隊，最後一定要點呢度嘅渣渣。好食嘅原因就係用足料，眉豆、扁豆、紅豆、綠豆、西米、椰汁、芋頭，全部都齊晒。